今仔日3月13是228受难者唐德忠律师过身75周年。台南举办追思活动，安排民众对唐德忠在生所在所在出发，行到唐德忠纪念公园。台南市府嘛按算要甲中正路的其中一段改名号做唐德忠大道，互更较侪人了解到这段历史。13这天是唐德忠历史过身75周年，今年的纪念活动特别对唐德忠故居出发。参加的民众不管大人囡仔，大家用双脚跟对75年前唐德忠的脚步，做伙行一段民主路。行过这个以前唐德忠伫伊过身进前，的一寡相关的地点，比如讲这个台南地方法院，这个伊旧的这个事务所，佮伊去用掠去的这个台南州会，上尾较到这个纪念公园了，进行这个追思仪式安尼。这段民主路纪念协会安排专人导览，会当发现今年有袂少少年人，也是父母带囡仔做伙参加。行到唐德忠纪念公园，伊会当上前，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、唐德忠的后生，拢来献花，做伙来追思。75年前，我是13岁囡仔，今仔日已经爱行过啊，才会行路。感谢诸位，带囡仔出来，把这个历史会当传承落去，会当互以后的囡仔拢知影讲，以前有一个勇敢的台湾人，但才保护台南人。除了追思，下晡阁有乐团、甲艺文表演。协会希望有阁较侪无共年岁的民众熟悉这段历史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，市府当咧规划，甲公园边仔的中正路其中一段改名唐德忠大道。台湾文学馆就是唐德忠大道1号，按算今年就会当挂牌。记者陈嘉文台南报道。